再来看屏东嘉东外海的光电铺台嘛是同款，因为即个风台呢，互海涌甲拍起来岸边，甚至阁流去到高雄林园的海墘啊。这县政府是要求业者着爱先停工，一直到今仔日早起，也阁有2成的光电房客也未清理好势。这嘉东的居民是真不满，讲中央的能源计划因拢唔知影，是到即摆风台才知影原来有遮的物件。 怪手甲铺台拖到破岸边，刷落来交互吊车吊到拖车面顶再走。风台过后，业者赶紧清除岸边4箍以下的铺台架仔。这个铺台拢是旭东环保科技公司伫嘉东外海进行的海上光电开发计划。屏东县政府已经要求业者停工，限时伫初到下晡2点进前，将海上甲岸边的铺台清除好势。 我们光电4月那时候运出去的是有，可是我们在6月的时候就有发现那个连接不是太稳，所以我们在那个状况下，我们就优先把太阳能板撤回来。目前处理进度就是应该已经完成大概80%左右了，剩下的部分我们会在2点之前完成。那县府也有要求厂商这边要加派一组人力由车城往北边的海岸线来做巡查。那目前厂商已全力加速巡检。 业者解说，目前犹算是开发阶段，并无放太阳能板。屏东县政府指出，这件是旭东公司执行经济部核定的离化太阳光电系统铺台技术开发计划，放伫嘉东乡甲枋寮乡外海大约3公里的所在。不过，当地居民拢讲，若毋是拄着风台，伊根本毋知影外海有这个物件，甚至阁有高雄的民众发现铺台流到林园的渔港。啊嘛是经过这个风台降起来，阮才会知讲。 原来伊了有建设迄种物件，我们哪会知影？如果人不要就是不要啊，因为如果处理不好，也是会造成海上的污染啊。海上污染，你看我们都是靠海为生的啊，养鱼的什么的啊，吃到最后还不是我们的肚子里面去。这是中央的政策啦，吼，阮公所嘛是爱尊重点名的指示，吼，其实一寡文也无经过公所啦，感觉这是较行不通啦，照你讲，这粒风台伫咱遮的时阵，也阁是侵台啊。居民对中央的政策无甲地方参详，拢表示不满，嘛惊讲影响到船仔的出入。经济部嘛表示，这是新的光电实验计划，太阳能板伫风台内进前就刷走啊。计划主要是要测试铺台伫海上的难度。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